天下大乱，受苦的终究是百姓。为了军饷粮草，关东联军四处劫掠烧杀，扈阳城的百姓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家园尽毁。如今有了大哥散出的钱财，百姓便能把家园重建起来。而泾阳城，大哥先行冒充董卓军抢掠，于是泾阳百姓为西凉军愤之入骨。当关东联军到来，他们自然热烈欢迎，百般殷勤。这样一来，打消了关东联军朝城杀掠的念头，反倒救了他们一命。原本泾阳城会是和扈阳城一样的命运，如今家人性命都保了下来，泾阳城的百姓早晚会知道大哥的苦心。而我只会办坏人。相比贫苦的百姓，那太守高官厚禄，受点皮肉之苦又何妨？抄一城却救回2城，天下再也没有这样奇怪的事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种怪点子，只有我们的傻瓜大哥才想得出。大哥，接下来我们当然是洛阳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这次不会再走错了。